继续来看原地方或者是基本工资的上加工资，经过几啊届的调整，若是以劳动部的计算，差不多每4个人就有1个人是领上加工资，而且这比例是愈来愈悬。有劳工团体讲，若是起上加工资是真好解决薪水低的问题。因劳动部强调讲，上加工资的提升会当带动中高龄等等参与算点钟的工课。今年叫做上加工资元年，原本被称作基本工资的上加工资，经过几摆调整，明年上加工资月级调到28,590块，时薪起到190块。但本若是以劳动部上加工资调整的人数大约220万人来计算，大约每4.27个红车民众就1个人领上加工资，比例是逐年拢上升。最低工资调整，它主要是照顾边际劳工嘛。台湾多数的产业属于中小企业，所以当基本工资调整之后，对于中产阶级来讲，它要带动薪资成长的幅度几率是比较低一点。这个基本工资的3万块这样的一个期待啊，我是希望快速的让它去达到这一部分，那也会带动全台湾的这些产业它的基本的续薪的部分。对着上加工资调升，难以带动整体薪水的成长，劳团真有感觉。根据劳动部上加工资的统计，2016年估计，2017年有调升的民众大约是166万人，大约有18%红车民众是上加工资。也2024年估计，2025年红车民众大约有220万人，有调升，大约占所有劳动的23%，比例增加。也若上加工资月级8年来调整到今年的27,470块，调幅是32.2%。也不过整体红车劳工的月级调幅大约是15%，其实无到上加工资月级调幅一半。那逐步往上调，那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，因为金额它原来的薪资比较低嘛，那随着这样的一个最低工资的往上调升，人数也会比较多。对此，劳动部强调，受上加工资逐年提升，领上加工资的人数一定会增加，因为时薪一直增加，条件成熟也带动开做算点钟工作的较侪会人，也有第2摆就业妇女来加入劳动的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